法医周义武在日常司法鉴定中也遇到一起颅脑受伤致死的案件。要判断是不是致命伤，需要开颅检验。把它去一开，好吧？里面有血肿，这个有脑损伤。如果阴脑膜外有血肿现象，并且显微镜下发现切片有较多的纤维蛋白，结合头皮皮肤伤口边缘的充血、红肿等炎症反应，则此处脑损伤可确定为生前颅脑损伤。然而，古代证人的供词又给刘大郎的死因蒙上了一层迷雾。